亲台湾之光，高雄男子高中的学生高心怡参加到世界中学生跆拳道的锦标赛，在女子竞技对拍55公斤级的冠军战，是展现到超强的实力，打败到乌克兰的跆拳好手，为台湾摕到金牌。 在冠军赛，代表台湾的跆拳道选手高心怡对上乌克兰的对手，发挥伊超强的实力，搁来摆将对手踢出场。这第一回合对手就输甜甜，一个女子竞技对打55公斤级，高心怡摕到金牌，欢喜就大领奖。 高心怡读高雄南亚溪高中，暑假了后就升起咧高中3年的伊，平常时的训练就正骨力。画面是今年3月在台湾选拔赛内底，伊打败郑人，摕到对打项目的代表权。3月在目西哥举行的世界中学生跆拳道的锦标赛内底，伊一路过关斩将，踏入决赛。 虽然面对实力正强的墨西哥选手，高心怡游玩发挥正稳定，摕到冠军赛资格。上场的时候自己也在紧张，所以可是还是给自己心理建设，就是说哦，平常心就好了，就是努力放开来打啊。 他就有很好的表现。高心怡自细汉就练跆拳，一路行来嘛，当着搁来变失败，伊甲跋倒的经验变成是家己成长的动力。在跆拳道这条路，伊嘛继续打拼，替台湾争取公赢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